大家好啊！又嚟到我西貢阿希呢個頻道，今日介紹一間好近使用市中心嘅3樓連天台單位，2房，租金8800蚊，8800。雖然廚房廁所就比較舊式少少，傳統啲，但係勝在單邊啦，叫做單邊，所以陽光入屋嘅，所以夠晒光猛，係啦，光線十分充足。再加上近使用市中心，內置樓梯上天台，望到少少海景。有興趣嘅朋友就聯絡我啦，多謝你哋收看呢個頻道。